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明仔载就要公投甲罢免投票。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邀请到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助阵。台中市长卢秀燕昨是帮大家喷迄种红日头拍的喷雾。今仔日江启臣嘛对咧做，嘛甲蒋万安来喷雾，搁来滚酸笑讲喷雾会当防我乌。若罢免团体是徛路口走菜市啊，用打进基层的方式号召民众明仔载出来投票。又搁讲到风拍第二日，面对罢免的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，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呼选，日头遮尔严过来拜票，就爱先风拍。因为台中市长卢秀燕喷风拍就正做话题，江启臣、蒋万安现场嘛替对方喷风拍。江启臣讲要替伊喷风拍，防止防我乌。不能让他回去一脸黑黑的啊，感觉好像来这边被抹黑一样。我们这个不止防晒，还防抹黑。选前的上尾讲，江启臣一透早到本命区丰原沿路拜票，经过市场徛街，未少民众拢热情比赞回应。罢免的最后关头，要招中间选民出来投票。伊个讲，希望用民意来终结政治对立，让台湾的民主回归正轨啊，让我们的人民不要再对立，社会不要对立，政治不要对立。另外一边，罢免团体无放过任何一个所在，市场行透透沿路宣传，佮有志工自发性夜排下徛路口，甲催票行动带入批每一条巷仔来。罢免团体用家己的方式靠志工亲日地方，一家一户拜票，用上寡近基层的方式，一步一卡印，替台湾的民主自由，搁再打拼一届。恳请大家明天一起出来投票，守护我们的健保，守护我们下一代，跟守护我们的西大人。大罢免的决战阶段，有70个国民党立委会接受选民的考验，人赢的大卡是拢总动员拼陆战，甲罢免团体来拼输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